好啦，各位老友記，準備好花生同可樂，等我用個街市買餸嘅角度，同你哋傾下呢兩檔新鮮熱辣。響 A 股已經有檔口，而家嚟港股開分店嘅高科技大排檔，威豪攝錄鋪、豪威集團501同兆記記憶雜貨鋪、兆易創新3986，佢哋賣嘅唔係菜，係一粒粒貴過金、細過芝麻，但係撐起成個電子世界嘅芯片。先講下威豪攝錄鋪，佢嘅鎮店之寶就係手機、汽車同各種電子眼入變化影像感應器。簡單講，你部手機影相清唔清，好多時就睇佢。佢係全球呢一行嘅第三大佬，生意做到新車、新手機都要揾佢拎貨，話要攻入醫療、AI 眼鏡呢一啲新場口。間鋪頭業績都好標青，上半年賺錢多咗接近50%。至於兆記記憶雜貨鋪就犀利啦，佢專賣記憶體，即係電子產品個腦入邊用嚟記嘢嘅部件，同微控制器 MCU，即係控制電子產品做動作嘅小腦筋。佢有樣產品叫 NOR Flash，全球排第二，中國排第一，仲有 MCU 都係中國一個。間鋪乜都賣，由你屋企個智能燈泡到架車到工廠部機器都可能用緊佢啲貨，仲話要趕上而家最 hit 嘅端側 AI 潮流，前景好似搭火箭。兩間鋪頭嚟香港開分店，咁最大嘅賣點就係大特價，因為佢哋響上海 A 股個價已經升到咁高下，而家港股分店開張，定價居然平一大截。威豪攝錄鋪港股價最高104.8蚊，比起 A 股大約140蚊港紙，足足平咗2成半。兆記就更誇張，港股最高162蚊，比起 A 股大約238蚊港紙，平咗超過3成。呢個水位對於長線投資者嚟講，就好似見到名牌衫打折一樣吸引。兩間鋪計劃集資額都係大約46至48億港紙左右，算係大額上市，話要拎去搞研發、併購同擴充生意。講到優點，兩間都係實打實嘅行業龍頭，唔係流㗎，而且有齊小米、TCL、雲峰基金呢一啲明星級老街坊基石投資者幫襯撐場，證明業內人士都睇好。但係缺點都一樣明顯，電子行業週期好似過山車，好景時賺到笑，唔好景時就你知㗎。所以如果真係要問抽邊隻好，我嘅答案會好老土，但好實際，忍下手，除非認購反應好理想，否則都係睇定啲先啦，老友。如果你係一個心急想短炒一轉嘅快槍手，咁最近 A+H 新股啱啱上市時嘅表現都係麻麻，衝入去好易中伏。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有耐性，諗住用撈底價買優質資產放3、5、7年嘅收藏家，咁呢個大折讓嘅機會確實難得。不過與其而家落場抽，不如等佢哋1月中正式開張上市，之後睇下市場反應點先。話唔定到時因為氣氛差，佢哋嘅開張特價會變做跳樓價，咁你先慢慢揀都未遲。記住，好公司唔等於一上市就係好股票，等個市冷靜落嚟，先至係精明消費者入手嘅最好時機。但係如果你仲未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嘅話，而家就係最好嘅時機啦。記住拉埋我哋條片同埋 share 埋俾朋友啊！